原则上就是讲用地也无问题的话啦吼，经卫部市长拢会支持，所以也非常感谢市长吼对这个活动中心会当足遮重视啦吼，互市民朋友讲逐日拢关大厝来看电视，会当出来，迄个卡拉 OK 也好啦，还是才艺嘉年华好，互迄个市民朋友有他们互相迄个交流，这个空间呢非常的难得啦，所以嘛拢鼓励里长爱加办个活动，或者里面会当加使用。那未来呢，1楼会作为社区还有里面的一个休闲的活动中心，可以来做办一些研习呀、讲习，或者是说唱歌公所也帮他们准备了一个那个卡拉 OK 的伴唱机，这个都已经有到位。那2楼呢，它未来会作为一个帮助一些失能的长者的一个日照中心。那3楼呢，是我们北区第一座成立的亲子悠游馆。因为阮这活动中心耗资7000多万，外口就一个特色游乐设施，还有500万还没做，应该是在年底就会完成的啦。好，咱附近这几大人带囡仔来，那白天小孩子有一个地方玩耍，也很安全。社会局这边呢，也规划了2楼是日照中心，3楼是亲子悠游馆。那2楼日照中心呢，在现在完工之后，开始会进行呢下一阶段的内部整修，还有招标，预计在呢明年年初会开始呢提供日间照顾的服务。那我们会收60个老长辈呢来这边接受服务。至于3楼是亲子悠游馆，亲子悠游馆呢在3楼这边呢提供4岁以下的孩子来这边亲子共乐来游玩。亲子悠游馆呢也欢迎我们的爸爸妈妈带孩子一起来这边享受呢亲子的一个空间。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彩！共同迎来北区的一大喜事。那这个工程总共在工程硬体的部分花了7042万，那另外内装要570万，然后再加上旁边的特色公园要500万，总共要花了8000多万。那但是可以营造北区的民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跟活动中心。1楼是作为社区活动中心，2楼作为长照使用，3楼作为亲子悠游馆，所以说可以是面面俱到，那满足了许多北区的民众的亲子休闲还有社区活动的需求。那希望大家好好利用这个活动中心，能够让社区更活跃，让地方更健全，让民众亲子还有长照能够获得更多的满足。你好，收看欢迎收看7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你欢迎第11届第1会期的经济委员会，立委陈廷辉特别邀请经济部长南下考察，并将对 AI 人才培训、数位经济甲产业的转型等等，甲各产业代表座谈，希望帮助各行各业都有机会投入 AI。为配合政府国家希望工程发展5大新落的产业。由着立委陈廷辉邀请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南下考察台南市经济建设的状况。1号上午伫台南科工区创新园区来举行，邀请经济部长郭志辉以及国发会、国科会、数位发展部、甲教育部的官员，针对 AI 人才的培训、甲数位经济产业的转型、甲地方企业来座谈。大家都清楚。在我们整个经济部还有国发会主委，今天是由我们的副主委来参与詹副主委。那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国发会主委也是来自我们的业界，所以呢，2位业界的龙头来担任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 AI 的推动者，包括我们的郭智慧部长，还有我们国发会的主委。那我相信，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更需要让我们的传统产业来了解台南未来我们要怎么跟 AI 产业来做一个最好的结合，而且我们要怎么转型，这个转型非常重要。咱若保护着这帮车，有可能咱就办成一拍步。
慢人一脚步，咱就唔知要用偌济力量来甲弥补，所以我们一定要搭上这班车。针对各部会提出的简报，因为重点拢放伫人才的培育，毋定现场有袂少的中小企业认为 AI 拢是伫咧天顶飞，目前只应用伫咧电子业甲半导体较济。针对传统的产业或者是服务业，甚至新创的产业，嘛有袂少的业者提出意见。所有的 AI 刚才讲的 AI 全部在空中飞啊，飞到电子业，飞到半导体。那其他国家，我们去德国、去美国去看，人家是用我们的半导体，用我们的 AI 技术，用在工业化，做工业4.0、工业5.0，一直往前走。那我们还停在这边我们一直很高兴说，我们 AI 做不错，我们 AI 做不错，是半导体做不错。我们 AI 真的应用在传统产业吗？我们科工去打电话在讲传统产业根本没有落实，根本不知道 AI 要怎么做，如何做，可是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未来感。因为我们知道生成式 AI 跟场域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那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有提到制造业。那不晓得对于例如说服务业特别是大型服务业有没有相关的规划例如说智慧仓储、智慧物流，甚至智慧零售这个也都是蛮重要的。毕竟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服务业雇用的人数是最多的。全球的薪资结构都是处在工业革命底下的薪资结构。简单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工业革命，走到资讯革命，那现在走到后资讯革命的 AI 时代。那但是事实上，在过去这些时间里面，因为薪资结构在工业革命底下，所以显然是薪资赶不上通膨，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于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是否是可以由政府或相关部会提供其他的机会或管道来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我们经济部这一次的50%，希望让台湾的中小企业有50%都能够纳入到我们 AI 服务的这个范围里面了主要是安尼啦，就是讲你 AI 还是你自己去发想，然后自己去做 AI 自动化，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会从供应链的产业供应链上面下手就是说我们服务的，就是你有交货的对象嘛，你在生产的东西，你不可能做了家己用掉，不可能嘛，你一定是在某一个产业的供应链里面，所以我们大概会先帮助你从可能是库存的管理，可能是这个 shipping 的这个 logistic 的这些管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长立委陈廷辉嘛表示，因为人才培育各部会拢同款，立委烦恼伫创价有无整合，因此要求政府应该设立单一的窗口，甲业者来对接。对此，经济部长郭志辉嘛回应，伊是对产业出身，交经济部是解决问题，毋是解释问题。针对产业的意见，一定会带回检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113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倒球比赛7月3号将伫台中登场。担市会日前举办授旗，由议长屈立日授旗予代表队队长，希望台南队会当延续今年伫全国议长杯网球比赛以后，搁再摕下冠军。113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倒球锦标赛，7月3号、4号将伫台中市来登场。台南市议会无论是网球或者是倒球代表队，参赛的成绩拢非常的优异。伫去年议长杯倒球赛当中，台南市议会就摕下团体赛职员工男子组的冠军，甲团体赛职员工女子组的冠军。这届代表队的选手阵容坚强，由着李启伟议员担任队长，希望有信心将今年的总冠军拿下回来。我们这一次一共有32位，包括我们的议员先进，还有我们的议会同仁共同报名。我们希望今年也能够像去年一样，把这个奖杯留在台南市议会。那去年我们议员组呢是拿到殿军的样子然后我们的团体组呢是拿到总冠军所以咱的同仁是真厉害的。那我们今年势必一定要把这个奖杯留在台南市议会，大家有没有信心？有。今年这个阵容坚强去年我回想寿喜的时候，
只有3位议员，我今年有好几位了哈。大家也都很勤于练习哈，真的实力也都进步不错哈。我们充满信心哈，一定可以为台南市夺得佳绩，大家一起加油加油！今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倒球锦标赛，由着台中市议会主办，将伫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体育馆举行。台南市议会倒球代表队由着议长曲丽丽担任总领队，副议长林志典担任副总领队。总共32位议员甲员工参赛。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但目前伫南西东山等所在也保留传统客家文化记录。市府为了让市民了解客家族群的发展，尤其伫台南400档的节气，所以客家事务委员会特别举办了大型的展览，邀请市民来到客家文化会馆参观。为伫水平公园边的客家文化会馆装潢改造，迎接新的展览，就是克星人的多重宇宙台南400客家大展，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客语、新秋春、一人故事、产业顺节等等，伫语言、人文故事、产业发展等无共方向，呈现客家文化伫台南的多元风貌。我们在这边展出的部分有包括我们40位职人在台南客家这边打拼的一个过程跟成就，还有我们在台南的各个职人的发展状况之下的各种特产。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藉由这个部分来让大家试探自己是不是也是赢者的客家人。这场展览伫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客家委员会主委顾秀飞以及多位贵宾参与主持开幕仪式。台南400档来发展到现在，有一寡所在也保留着客家文化印记。透过这摆展览，希望深入了解台南客家历史甲现代生活。虽然我们不是说所谓的花布。所谓的蓝山或是油伞，但是我们希望透过在台南衍生出来的新的台南的所谓的客家文化的特色，然后也可以看到传统所谓的客家文化的这些内涵。这摆展览伫6月29开展到11月30号，另外规划台南客家深度旅游甲手工 DIY 的体验，让民众多方面认识台南客家。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台南市中青会29号举行第17届第1次会员大会，并举行理干事改选，结果由现任理事长陈三伦再次连任。但理事长表示，明年就是台南市台南市中青会成立50周年，所以将回到创会地点，也就是市联古迹单独主动来举办制作仪式。台南市的城市中青会在现在的承德剧团、永福路全美戏院的承德剧团来成立，到今年正好满49年，所以在明年就是我们满50年的一个纪念日。敦睦俗称，庄重敬祖。台南市台南市中青会29日伫富林餐厅举行会员大会甲制作仪式，会中恭请开宗圣王。陈永华老祖、忠顺圣王以及1300外档的忠顺圣王先祖教场主教管理，共同见证台南市子孙代代相传的情谊。自从台南市台南市中青会第17届第1次会员大会开制作庆典，由台南市台南市中青会理事长陈三伦率领。世界台南市中青会总会长陈进环，台南市政府民政局长田林宏。活动期间，台南市民政局长蒋林煌，前台南市社会局长陈英基、社会局专委陈义军、立委陈廷辉。台南市议员陈义珍以及来自全台各地台南市总长，也拢来到现场见证祝贺。咱台南市一个盛大的一个组织，会使讲非常这个团结。
啊，有上这内面吼，尤其阮阿三哥迄个变动时啊，对市政府后需要部分啊吼，比如办啥活动，伊拢会当家己上优良的产品捐献互迄个阮市政府做公益事业，啊，有上这内面，所以咧，阮阿三哥叫我来，我当然爱来啊。咱人市的市民有遮济吼，啊，各国的这个各别的这个会遮济吼，咱一直咧想讲吼，要安怎样来甲箍起来吼，啊，咱共同来为着这咱台市中心来互相帮衬，互相来努力，哦，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人不亲血亲嘛，哦，这是最重要的。我想以下哦那除了未来咱可能要朝这方面继续来大家共同来努力来打拼哈。今天的会员大会呢，来自全省各县市的理事长，尤其是我们世界城市中青会的总会长陈正全总会长。那么因为呢，明年是我们台南市城市中青会创会50周年，也是我们台南3级古迹承德剧堂360年，所以明年呢将扩大举行，会有来自世界各地、世界几个国家都会来参与。所以我们今年呢在此就宣布，让各位我们城市中心都能理解，也希望大家来共同见证台南市50周年以及承德剧堂360年的聚会。理事长陈山伦表示，明年就是台南市中青会成立50周年的日子，中青会将会扩大办理庆祝活动，会邀请全国以及世界各地中青代表，做伙回来到50当前的创会地，也就是台南市定古迹承德剧堂举办制作仪式，也欢迎所有台南市主地做伙来参与。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网络时代，民众上网的需求愈来愈大，对着品质更加要求。不过，家用的款品这么多，要安怎选择？就是行动网络分析机构首次公布了款品用户的真实数据，而且为了反映消费者在无同所在所使用的情形，设定了5个体验的指标。结果，中嘉款品在下载速度加稳定性拢摕下第一。对现代人来说，无论是工作或日常的大小事，几乎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网络。不过，这么多的业者，民众该如何选择呢？近期，行动网络测试分析机构 OpenSignal 就针对国内6大固网宽频业者进行调查，根据网络品质稳定性、下载速度、最高峰时下载速度、上传速度和影音体验等5个关键指标进行了评估。结果出炉，中嘉宽频在下载速度与稳定性夺冠，并在峰值下载速度与在影音体验类别上与其他业者并列第一。一天24小时，在12个小时吧，一半的时间在网络，对，没有在吃饭或是没有出去的话，在家就是滑手机啊、网络这样。我们家用 WiFi， 所以都会常常用得到，工作上、电视上、生活上都会用得到。这次 OpenSignal 的报告以6大主要固网宽频提供商为主，包括中华电信、中嘉宽频、凯擘、远传、台湾大和台湾宽频，并分析了从2月1日起的90天内的数据。许多用户在意的下载速度由中嘉宽频夺冠，以平均136.4 Mbps 领先第2名多达31%，凯擘以104 Mbps 排第2，中华电信则以94.4 Mbps 位居第3。而在品质一致性方面，同样是中嘉宽频以81.2%领先群雄，并且在峰值下载速度与凯擘并列第1，最快可以来到530.1 Mbps。速度要一定嘛，对不对？不能每次一下好时好时坏这样。就是速度那些就不要这样卡卡的就好，因为视讯速度嘛也是一个，然后跟画质我觉得也有差，因为其实速度就是会影响到画质的清晰。速度我不希望我速度
会被那个或有什么问题，我会延后我们的这些上传下载的动作。在影音体验方面，各家表现相差不多。中嘉宽频、中华电信、凯擘、台湾宽频均获得约74分，共同并列第一。报告中，所有主要的固网服务供应商表现不错，这代表用户家里的影音传输载入时间令人满意，几乎没有卡顿。而在如此重视网络的现代，这份报告也提供民众一个专业的参考依据，让大家可以不踩雷，轻松选择到服务好、专业家和物超所值的宽频网络业者。记者朱建伟、周福清高雄报道。大同中央酒店庆祝20周年，特别甲同款亲近台南的台盐公司合作推出系列活动，其中第2波强烈推荐就是盐渠美食节。从今仔开始，一直到8月底，邀请民众做回来品尝府城的咸甜日常。台湾早期的盐糖产业是许多人的共同回忆，也勾勒出不同年代的生活片段。台糖长荣酒店这次与台盐公司合作，强联手推出长源新鲜俏盐渠美食节。特别以台盐公司研发的健康盐渠，加上5星饭店的厨艺，献上一道道盐渠系列的创新菜色。台糖长荣酒店可以跟台盐合作来用盐渠入菜那这次我们特别开发了一些新的产品我们发现在盐渠入菜的部分呢，可以让食物更美味，而且软化这个食物可以有益身体健康，而且对肠道的帮助更好。像在江户时代，其实日本人呢，他们就开始使用盐渠，那就跟吃味噌一样，其实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台盐公司成立70几年以来呢，我们是以盐为起家。那在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呢，除了要提供国人加点来补充国人所普遍不足的碘营养以外，那养生的一个食材的供应呢，也是我们台盐公司的一个使命。因此台盐公司使用了日本的一个曲菌，再结合我们在地的稻米呢，来创造出来无添加的天然酿造的这种的盐曲，它是天然的风味，而且回甘，没有其他添加物的负担。那么能够结合台糖这边主厨他们的一个厨艺，好的食材接上搭配上好的一个食材的配料呢，我想能够创造出非常美味、符合台南在地美食的一个标准。以台南阿夏菜的料理精神，开发出精致的盐渠系列创新菜，如盐渠松板猪、刷水的香酥盐渠鸡、鲜美的香煎盐渠龙血、锅气四溢的盐渠海鲜炒饭、清新爽口的盐渠彩椒芦笋，以及传统台菜代表盐渠烧扣肉，每道菜都是让人一口接一口的好味道。长源中餐厅副主厨张佑琪也在现场教导民众如何在家用盐渠做出一道道健康又美味的料理。我们的盐渠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天然的，除了米、水、盐、糖，还有海水浓缩矿物质之外，它最重要的是它的发酵过程。它的发酵过程是完全天然，没有其他添加物的。那我们其实盐渠分了2阶段发酵，那经过这个反复的繁杂的工序之后，那天然发酵而成的东西，它有一些对身体有益的物质。那我们借由这个料理的过程，可以把这个物质，跟料理融合的话，它对我们人体是非常有益又健康美味的。是，大家不晓得我们在盐渠它有什么样子的魔法之称呢？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它其实在日本时代就是成为一个万用的调味料。那像现在主厨在使用的这个鱼的部分，经过我们盐渠添加腌制之后，它的肉质会特别的软化。盐渠美食节档期自即日起到8月31日为止，健康美味兼顾的盐渠系列料理，就等着喜爱美食的朋友亲自来品尝。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根据刑事局的资料统计，台湾敢若去年民众报案被骗的金额就高达88亿外，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各以假投资的被害者上济，金额上悬。对此，台南市警局最近就侦破假名人的网络诈骗案，成功保钓中背的用路金。这位住在中西区的林姓老翁，因为在网络上加入了财经专家粉丝专页，想说能够跟着专家的投资建议发财，想不到原来这一切都是骗局。原本已经到了金融机构要汇45万元给诈骗集团，所幸行员机警，
马上通报2分局民权所员警前来协助。经过警方向阿北说明诈骗集团的手法后，终于劝退阿北想要汇款的想法，保住自己的辛苦钱。老师嘛，学员大家也都是有没有？这也都是啊，这些都是就骗你啊。除了这件利用名人之名进行诈骗的案子，2分局海安派出所近期同样也有接获类似的诈骗案，只是这次的名人被诈骗集团换成了曹兴诚。那他加进去之后，群组发现是由投资名人曹兴诚，并提示他们投资特定股票。那过程中呢，他会请这些民众到金融机构去提领大笔的现金，然后在这个他们提供的手机程式操作之后，会请面交专员，自称投资的面交专员，跟他约定时间来领取这个现金。70岁的妇人因为误信假曹兴诚的投资建议，陆续将退休金400万元汇出，想要部分出金却不被允许，才觉得怪怪的。前往海安派出所咨询，所长陈博文马上就知道老奶奶是碰上了假投资诈骗，并从交谈中得知投资专员在中午的时候有跟老奶奶约面交取款，当下马上就与侦查队同仁前往埋伏，当场就逮捕了诈骗车手。跟这个面交专员约定，在特定的时间，我们来部署警力，来一举来查获这个诈欺集团，试图能瓦解它。那在当日呢，在我们警力的部署之下，果然发现这个穿着西装的这个男子，前来自称是投资专员，并出示证件及相关领款的收据，向这个民众来收取100万的现金。那当场完成这个点交的过程中，本分局的警力就当场上前逮捕。台南市警察局表示，民众应该慎选投资管道，千万不可轻信名人大师、高获利、稳赚不赔等口号。投资理财也应该透过正常的管道进行操作，不要轻信社群网站或者是交友软体资讯，避免遭受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165反诈专线咨询，警方也会立即提供协助。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感谢收看7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